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讲到中国，最近白纸革命了后，中国的疫情汹汹放伊去，药房、病房是病患满满是，雷蒙45块一粒是卖付起，买药啊买到澳洲、香港、澳门去。即马小三通甲大商要安怎转来？台湾大家平安好过年，咱台湾人嘛爱做好相关的运用。今仔日来探讨。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兼任研究員何美香何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咱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連英健連醫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是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鄭正炳鄭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是咱英國註冊台灣醫師葉定如葉醫師。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就來看到底即馬中國啊，甲即個清零政策啊，規個放棄了後，目前疫情是拖甲真凶啊，確診的人數啊直直增加。事實上啊，真正還佫無報出去的人佫較濟，疫情哦真吃力，確診的死亡人數嘛變多哦。有人觀察到北京的火葬場排甲滿滿是，真驚人。另外，為了防疫，北京嘛建議民眾愛存着即個預防針，嘛愛提供啊用噴的疫苗，要來增加民眾的保護力。殡儀館外口車隊排甲真長，火葬場進前穿着防護衫的工作人員無應甲棺材送去大樓內底。中國清零政策實施了後，疫情拖真緊，各地確診的病人陸續增加。北京10幾間政府指定確診過身病人的殯儀館火葬場，因為確診員工增加，卡手無夠，加上死亡人數陸續增加，出現排隊狀況。有骨頭紅的業者透露，為初次開始放寬防疫政策了後，逐工邊境的死亡人數就比過去懸。北平東郊一間殯儀館嘛表示，一工要燒掉確診病人的遺體至少30個到40個。為了防疫，北京當局嘛開始用新冠噴霧疫苗替民眾注疫苗。在中國放零防疫政策開放社區發燒門診了後，各地病院去看病發燒病人人數都翻倍增加。就連北京體育館嘛改做臨時的發燒門診。剛剛開放的時候那段時間，然後我們醫院的發熱門診和急診是暴增的門診量，然後我們的每天的標本量也是特別多的，然後這2天還慢慢有所緩解吧。中國一邊有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高俊友17出席財經週刊舉行的年會，財經年會2023演講時陣講到，中國一旦了後，新冠疫情的傳染率會達到10%到30%。中國疫情如果會正做一項三波，分別是12月中旬到正月中旬，以城市為主，偷偷拓開的頭一波疫情，甲春節前後民眾回鄉過年，甲登去工作的stra期前調，會分別正做一波的疫情。如果當季因為確診死亡的人數上少有12萬6千人，相關會達到67萬2千人。國際新聞台是同朋友。首先呢，咱來問一個問題：有人講哦，習近平哦，在中國伊個統治的這個頭殼內面所想的，就是講，既然你免愛，我就規矩放回去，互你來試看賣。所以呢，一個 Twitter 鏡頭有人寫，這個奇怪，這個病毒敢若生目睭哦。那以前大家攏排隊咧做即個核酸啊，也無人確診，是安怎？即擺一放開，無做核酸，大家迄病毒就出來，攏有生目睭。到底習近平伊頭殼裡安怎想？應該是講吼，伊真很明顯吼，伊嘅風控主要是要伊嘅穩定啦。伊會控制伊個人民，為咗20大要來穩定。對，因為伊人若伊安尼真歹看對無？伊就要愛穩定。要皇帝要登基啊，看起來較好看。20大了後，伊可能想講最好閣等到明年，伊還閣另外有一個會，佮等下閣改擺布閣較好勢。伊無想到講即個白紙革命走出來。走出來了，伊實在伊應該是知影講吼，伊安尼一直封控，其實是無出路啦。
无安全的出路，因为科学我讲了真侪遍啦，对科学的观点来看吼，你一直风控咱看即个即个疫苗的效果，咱就知影讲做甲上好的时阵70%，伊即马愈来愈低。已经封了之后500几工去。对，即马有一个Airfinity 吼，因做的一个，这是香港的迄个保护的比例，这悬起来是因为因开始对老人注第三剂，同时因为迄阵爆发了，所以有一半的这是来自自然感染甲注射的。但是中国你看对。今年2月到即马11月，有保护的人剩10%尔，剩10%啊，剩10%，所以从对家安尼来看，你就知影讲你等愈久。所以老师意思是讲，伊心肝头伊是知的啦。伊知，因为一定知。我无相信讲中国14亿人，无几啊科学家甲伊讲，但是伊可能无互机会讲。讲，还是讲了伊就无咧听，还是讲了，还是感觉讲我就是要管。咱爱知影讲中国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讲用党用这个马克思这个主义来治国。对，伊就是这是他可以牺牲全部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党来治国。所以，当然伊即马这个党他是掌权，所以这是伊要做的代志。所以。你会当知影讲，其实我讲真侪遍啦，伊迄款的清零风控根本就无科学基础，你要科学基础但同款的，甲咱今年较早的时阵，差不多3月的时阵，我嘛是真紧张啊！咱想讲，老师也真着急啊！咱想讲，咱台湾一直咧风控，一直咧无，安尼嘛毋是办法，安尼嘛毋是办法拄好势，咱差不多4月的时阵，咱预防下。3档做到差不多50%的时阵，伊佫一直做，就慢慢就开放。所以当时要开放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最主要就是讲，这个疫苗根本就无办法，互你100%的。无法度重新免疫啊！对，重新免疫。同时，你做到上好的时阵，你3档拄做完的时阵，上济嘛是70%的保护，一定有30%的人。会去钓着，所以互当时来开放，当时互什么人来钓着，迄是一个控制。你唔知会当互死亡降到上低，所以这是一个你嘛知影讲，Omicron 伊的迄个传播足紧的，所以你根本无办法用你这款普通的办法来封控来甲伊控制，所以伊一定是真紧。所以即阵的时阵，你就爱准备你的医疗。因为这咱讲足侪，你准备你的医疗，你爱知影讲。显然咱来看这个图表咱这后面写中国疫情放松去了医疗啊，包括患癌症的、重症的，无法度医生馆无法度给你治疗啦海外到处来买啦。买药啊啦，维他命 C 啦、雷蒙啦，拢欠啦，讲树仔头挂这个大筒的，踮咧吊点滴，内面也无地大，创甲火葬场内面内面满是，北京拢来迄个外送员啊，拢着病，无法度去。即我就要请教这个林秘书啊，他带我一个朋友伫这个推特顶头写，伊讲这个病毒那敢若生目睭共款。我咧排队咧做迄个核酸，即个 PCR 的时阵拢无着病。安那一开放，我嘛是共款喙暗啊挂啊，安那大家安尼着遐济。林秘书，你这安怎解释？我讲这个病毒真强啦！你哪有可能？我想讲，我做一个医生，我应该真捌讲安怎控制这病毒，尽量莫讲互我钓着。连医生嘛，家己咧钓，家己咧钓，无法度啦，因为你想看觅。你手爱摸来摸去，你较有可能摸一遍，特别拢消毒，无可能的代志。你洗甲手烂，你嘛无可能啊！你看，你手摸过衫，你互你手消毒了，你加减嘛，搁摸着衫，你加减嘛，搁摸着面，是讲你有当面你弄着你的衫裤，是讲搁摸着
然后端念到已经有病毒的所在，啊，你去摸着你的嘴面，你就用传染着，啊是讲空气中拄好有人有扫啦，有拍卡上过，啊空气中你飞，啊你拄好触到迄个空气，你嘛是着。就是我的意思是讲，啊，清零政策的时阵，伊就是讲伊零啊，规中国啊人遮少，啊咱一开放了后，哦吼，伊讲迄病毒拢生目睭，所以伊表示讲伊的统计是完全无确实的。因讲实共产党因咧统计是国家，你有即个数目一个国家会咱国家修正过啊，伊哪有可能互你讲，你讲照实咧报，无可能的代志啦。伊事实上足侪已经念着的人，伊嘛无要报出来，你嘛唔知影啊。你干那咧封锁，无可能。中国上惊的就是安怎？因做的疫苗都无啥效果嘛，啊，佮已经一段时间过后，就他何老师因定位已经一段时间，到即马迄剩10%啦。疫苗的效果拢愈来愈低啊！啊，因若无咧做，你嘛，咱咧第二代的迄个疫苗，伊若无咧做啦。啊，因敢有药啊？咱讲咧莫拉皮拉的、派拉的，因敢有？我感觉因可能到尾会有啦，但是即马入面药啊遐贵，哪有可能啊？因遐人口啊，一钓着的人，偌济人爱用着，迄是偌大的负担叫食倒去吼。哎呦，足困难的代志啦！我想话中国即个问题吼，因是一直咧控制，但是你安怎控制？消毒拢会着，病毒到尾拢会着。咱台湾咱嘛是头起嘛是安尼咧，想讲要封锁，到尾嘛是无法度啊，到尾嘛是大家着。啊，咱着着，但是咱着的是尾啊，迄阵较着着。咱尾啊着着迄阵，足侪人已经做过疫苗，所以我即摆咧看确诊的派案来阮诊所，拢做过3针4针，伊嘛是照常着啊。伊毋是讲着着的人拢无做医用下，毋是哦。着着的人嘛是做过医用下，较轻啊，但是较轻尔。所以你茫想讲你做过，你就袂着，毋是安尼。但是，互你较莫有动静，甲死亡安尼尔嘛。啊，中国就是安尼，因这免疫力吼，自然的免疫力已经足低啊啦。所以因即摆变做足侪人会着着，啊染病了，你看到尾也偌济死亡，10%，你若讲有10%10会动静还是死亡，你就足厉害啊，这足济啊。你就看迄个头仔人看咧火葬场，顶头满是大家咧排队呢。干来美国就400几万人啊，你想看中国遐济人，14万人会死偌济人，你想看卖？欧洲迄阵意大利，遐欧洲遐足济，嘛死偌济人去的。你中国14亿人，你美国是你的人口是美国的几倍？起码嘛超过4倍啊！你有4倍人口，美国死100万人，啊你若讲你死400万人，安尼嘛差不多啊。真正啦啦嘞吼。对啊。讲到这个哦，人力吼，也是讲死亡，即我来请教着田老师吼。中国人讲安尼开放吼，是为着这个白纸革命啊，惊这个无稳定。但是阿妈有一个说法就讲吼，讲是习近平知影讲这经济已经歹去。今仔咱请这个田老师来两个要件，一个田老师是妈祖人，吼，小等下讲到这个小三通，啊，另外就是啊，这个防疫对着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败害，是毋是习近平要来开放着这个清零政策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不是，最主要我觉得就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哈，就是现在它开放，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白纸革命。那我们先看看哈，就是2019年当这个武汉肺炎刚爆发，然后2020年初期的时候，欧美死大量的这个人死亡的时候，习近平最尊崇的2点是什么？好，他的武汉肺炎对他来说最尊崇的，第一个是举国体制的优势，他的方舱医院，他的这个风控或之类的哈。那么另外你看到哈，在欧美在拼这个疫苗的时候，中国也加入，它的这个叫做灭活疫苗，也要跟 mRNA 疫苗别苗头，然后它大量把疫苗输到这个落后国家去，所以基本上习近平把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看作是东升西降，还有中国体制优势的关键原因。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包括李强或者其他的这个，不管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在封控的时候都遇到非常多的反弹。但是呢，习近平是坚定不移的要推动动态清零，包括20大之后，包括他去了这个印尼开G20回来之后，他又缩紧。那所有这些东西的改变呢，都是因为白纸革命。当时这个西方主要的媒体就已经报道哈，预估明年第1季
他们能够顺利开放的几率不到30%，因为后果太严重。但是他们最担心的叫做无序的开放。那前一阵子白纸革命的时候，这个新冠这个 COVID-19 的开放就是一个无序的开放。那很多指标，刚才不管是我们的核研究员这个林医生都讲过，不管他们的医疗品质哈，这个病传数整个都没有。那这是3年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是东升西降吗？他们因为习近平有非常，就是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宣称，中国控制疫苗、控制这个疫情是全球名列前茅。他认为说，透过他自己跟他下面的部署的这个全国的控制，他能够压抑住。那现在是因为没想到年轻人这么反弹，然后各个不只是年轻人啊，中产阶级啊，大家都受不了，对，大家都受不了，所以他是在被迫之下，因为那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都已经喊出了，就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个是最近邓小平之后很少再听到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政权的那个他有吓到是不是？他当然他一定吓到了，好，所以你就看到就是逐渐的他就放松，但是放松了以后，它原来在疫情之下的经济情况就非常糟哈，所以从这个我们看今年这个俄乌战争之后更糟，整个数字都非常高。年初的时候预估经济增长率可以到5%，5点多，那你看现在大概有的说是2.8，有的是3.2，那。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落后国家，它的 GDP 只有我们台湾的。陈老师，你讲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算是，就是它有些地方是发展的不错。有人讲哦，远看像欧洲啦，近看像非洲啦。类似，就是你尤其到它乡下乡村的地方去看，这个是非常明显。你看人均就知道嘛，我们人均 GDP 是3万多，那中国现在好不容易突破1万1万2，那你如果再看美国，几乎是7万，所以以人均 GDP 来说，它只有台湾的这个1/3，那只有这个美国。所以它有没有一种顺水推舟？比如说啊，无恁安尼咧要求，我就规矩放互恁，管你死偌济，我经济会慢慢的经济会当好起来。对他当然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就像刚刚林医生所说的，不管你用各国现在各种统计资料出来，就是说，刚刚林医生有说过，美国在2021年之前已经死了100多万了，但是你如果用最好的状况下去算，它至少也要死100万，何况它没有疫苗，所以现在听到的预估都是150万、200万，然后染疫的人数都是几亿，最严重的都到7、8亿。所以表示7、8亿是的，所以它其实是在很慌张、很慌乱之下开，那对经济后果的这个打击可能是非常的大。因为现在西方的预估都还比较乐观，认为说第2季之后7、8亿啊，对，有。待会我要回头要问，就是7、8亿的人染病，这怎么弄？可能啊，可能的代志啊。来，李秘书，咱小人刷定咧等啊吼，这个叶秘书哈，叶秘书就是讲，他带这个何老师哈也有讲吼，伊这个开放根本就是无科学的，无咧听医学的这个建议啦吼。啊，这个包括郑老师也讲，这个政治的考量较济，李秘书也这个认同啊，这个意思。你认为中国咧开放的时候，完全无做这个科学，还是讲伊会胆伊敢惊讲啊？伊本对伊医疗的体系就是无够，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的推测？我们来看这个10条，其实这10条嘛无讲介离谱啊。其实伊20条甲修改到10条，其实10条甲阮的差不多3级警戒嘛是差不多的。伊的概念甲西方的医学较详细，较三级，较近啊。对，其实是较近的，其实是较没有在那边扰民，搁做一些有诶无诶代志，所以伊甲这类什么小区封锁，甲伊取消掉。甲伊这类什么健康码这种代志，甲伊给提起，但是伊的核心原则就是 MPI 加这类怕预防下一部分拢老诶，其实无讲介奇怪啦，对，其实是较科学的一种做法来去做这种 Omicron 的准备，但是即卖的时间其实无讲介好，因为即卖较寒人嘛，啊，佮有年底啊，甲这个耶诞节、甲过年，所以这个时阵来做。完全的放互零，其实是无讲介好的一个时间啦，应该是受到这个白纸革命小可的压来去做这个时间的提前。对。哦，你也认为讲伊的开放，虽然讲开放，你嘛是认为拄着这个白纸革命的代志，所以因是真无讲完全放互零。咱看到这个代志以外吼，
你看，连伊的这防疫专家吼，钟南山啊，伊讲，这个新冠感冒啊，吼，随着发夹弯啊、大转弯啊，因的这个医疗的官僚啊，你咧处理这代志啊，这个6个月以来，人讲会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子纳米啦，海啸，他都要讲七八亿嘅，郑老师讲7、8亿，7、8亿是要哪医啊？可能是安尼啦，7、8亿就是拢家己算落去嘛。啊，但是一般的人是无症状，啊，差不多49%搁点偌济时是轻症，所以即款人就要点样，即款人嘛是会互你麻烦啦，因为伊艰苦会来找你啊，伊扫啊吼发烧，但是重症的人应该是真少，以咱台湾的即个比例来看吼，应该会发生是会发生。你爱想讲点样？台湾咱差不多今年2月、3月时，我讲咱一天会几落万人，吼，会确诊的时，嘛是大家讲无可能，台湾无可能，大家拢甲我讲无可能，学家哦。学者甲我讲无可能，啊，我讲无可能嘛是爱有可能，伊就是要发生，所以同款的代志啦。点样？中国爱注意的就是伊的大都市内底吼，老人真多。如果因佫无诊所，你也知影上海伊的65岁以上的人是24%，咱台湾无甲一个城市是24%以上。老大人咧，65岁以上，所以这一定会对伊的死亡的人数会有真大的影响。城市的人口结构。对，啊，我是别个城市我是无去看，我看者我就惊着。但是因为伊真大嘛，所以一定是对大都市开始。咱即摆看的是大都市的picture 啦，吼，的情形，一定是真歹嘛，因为佫寒天吼，啊，佫忽然开放吼，安尼。啊，你咧问讲，你拄仔咧问讲，伊安尼做是咧安怎咧想，还是 ？Well， 我是感觉吼，伊知影讲伊一定爱开啦，有一天一定爱开。啊，真是拄啊好啊！你白纸革命来，所以有人讲啊，伊咧晒破啊，哦好啊，落规管甲你创个破。但是伊嘛讲一寡真奇怪的话哦，中央就讲，我是动态清零，啊，地方的人做了伤过。你叫伊排污。对，恁做了伤过，恁做了伤严。你做了伤严啊！人民的受苦是你做了伤严。对，伊就伊本来就是，毋是真客气。这我就真好奇吼，就要请问这个林秘书吼，恁诊所吼，在这2年之间吼，你甲咱描述一下，来以你的诊所的这个会当医疗的这个能量，吼。你偌无用、偌辛苦、偌艰难安尼，经过这个2冬外安尼，一般的基层医疗，啊，咱来想象讲，啊，中国安尼是要安怎舞啊？林秘书，我讲咱台湾的医疗系统，我讲世界吼，大家人学落的啦。虽然咱台湾有大家家己咧嫌，但是佮讲咱台湾好啦。台湾你敢知影健保的统计，迄个满意的比率有偌济？9成外，你敢知影？咱台湾是足病的，你看医生，你看基层的医生，日时也看，暗时也看，假日也看。咱的医疗系统足好的，我来讲，这2、3年来，阮讲实，尤其是今年以来，阮无用到要死呢，因为一寡确诊的，拢转入阮诊所来，先互阮做。廖文基足多。阮拢爱改，你看，伊住厝里，莫去病院。阮逐工去甲敲电话甲问，甲请安一下，甲问讲，过来甲请安哦。你今仔日好无？有好势无？有安怎无？哦，啊你目前情况安怎？烧了安怎？有发烧无？啊有啥问题喘无？啊若真正有问题，我会建议讲，你这个情形袂无好，你爱去病院啊。啊若好势就讲，啊你安心，你住在厝里就好。啊你若佫有问题要佫去啊，你用迄网络含我看病就会使啊。你毋免亲身来。你电话敲来嘛，我紧，还是讲阮即摆拢用迄个手机啊吼，内面咧设迄个即个拉，你知无？来，敲一个电话，我情形啊，你啊面我嘛看会你会着啊，啊你含我讲话，我讲看你的情形安怎，好势，好，无要紧，你佫继续住在厝就，毋免走去病院，你若拢规拢走去病院，病院。律师，你爱做甲遮幼路啊？这个中国敢有可能做甲安尼？这无可能吧？无可能啦，我感觉无可能啦。我爱讲，我去过中国去旅游，你敢知迄导游？上学落咱台湾啥物物件？健保卡。伊讲伊啥物卡拢毋免，但是加上健保卡，因讲伊去看一个病，
看一个病，啊个药啊，家己爱个家己领也个买，爱个买药啊，吼，啊你足贵的呢。你看病伫台湾看病有够俗的，是安怎咧？台湾的健保世界逐个都学袂起来，因为咱台湾伤俗啊，我讲实在。优秀，伤俗啊！咱的健保虽然有当时大家咧讲啊，是安怎咧？什物看病有当时安怎？这是俗的代志，但是恁基层的医疗吼，对初开始啊，对喙安啦，啊个注射啦，因为阮注射拢嘛去诊所去注射。嘿哦，敢若我看这临时请的人吼，摕药啊来啊，一个落去对，吼啊，医师啊来啊，护士啊来安尼，吼，70%-80%的医用车拢伫基层做的。不管你囡仔用下好，大人用下好，70%-80%拢伫基层做的，所以咱的基层的医疗系统实在是足健全的，吼。所以你嘛想讲，病院的医生讲足够，病院医生嘛足够的嘛足济啦，但是基层医生嘛是拢病落来的呢。有人啊主治医师做甲主任做甲院长伊嘛落来开药，伊嘛是落来啊。所以咱基层实在是真健全啦，吼。啊，佮讲你看，咱医用车基层咧处理，啊，你确诊的人有发生啥问题？基层先处理袂使，较转去病院，所以咱一个系统真健全，所以咱的医疗袂讲去无讲去散去，无讲去因为这病人拢规个走去拢去放去，所以咱我是感觉世界各国应该是学台湾的系统啊。当然，这站吼，我讲实在，足侪人有哪咧说啊，台湾讲做甲好啊，但是足侪确诊的嘛是确诊，啊有当时咧讲怨叹讲是安怎，较侪人咧确诊。但是我讲实在，你即摆咧确诊，总比较早咧确诊较好。上无咱台湾已经防甲足好势啊吼。你即摆确诊，上无你疫苗已经做啊，药啊有啊。吼，你看你重病，你较厉害，你65岁以上，你有慢性病的人，你有啥物免疫力较低的人，咱有够药啊通食，有即个派拉维、莫拉皮拉维通食。你安尼做了吼，你动静死亡的加减少足济嘛。你看中国有法度做甲安尼无？你若中国有法度做甲像台湾的系统，你就安然的度过这段时间。啊，你讲6、7亿个人是毋是会得？台湾即摆偌济人得啊？800几万，800几万是登记有案的，啊登记无登记的是偌济？可能佫有1倍的啊。所以你想看，咱台湾差不多3/4的人，3/4的人得过。现在我要请教两位啊，甲这个线顶的叶医师，咱台湾是毋是到了群体免疫的这个地步吼？咱小等要来请教线顶的这个叶医师，我要先来请教田老师吼。咱听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咱来看第2张这个图表吼，伊这一路变化，2022 10月20大。哦，开始讲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煮油，开始了一直到这个乌鲁木齐大会安怎哦，开始咱来看12月15号吼，这钟南山啊，伊讲吼 Omicron 的致死率啊，降到甲流感相共，应该叫做新冠感冒。但是咱来看上尾一条吼，伊讲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伊讲吼需求缩小，吼供给啊冲击。以其专注，外在环境动荡不安，使得中国共当前这个经济处境较艰难。2023年发展困难，挑战真多，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哦，这是真高，这是文宣还是真正有可能，还是讲老师按怎解读因这个中央经济会议呢？这个中央经济会议往年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来主持，那今年就特别由习近平，而且主要是他来操刀，然后他把旧的班底、国务院的班底跟未来的班底都叫来，然后事实上你看他在强调什么，就是他的困难，比如他最主要的就是那就要反着读了。对对对，稳字当头，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不稳嘛，白纸革命就不稳嘛，这么多人加一个不啊，这么多人这个感染哈，然后整个医疗的体系看起来也在崩溃的边缘，然后经济上面呢，不管是内需、外销都降哈。那他所谓的这个，所以现在难度就很大，就是你不管它是稳增长，因为
经济数字实际上是我们觉得比它公布的更糟。比如它公布的这个内需零售业的增长，11月是-5点多然后它的工业增长，因为中国过去都是2位数字 GDP 那工业增长都是20%，那现在只有2%多那就业对，变成1/10啊，变1/10了。是啊，那就业的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年轻人的失业从这个今年开始都是这个将近，他们有这个1000多万毕业生嘛，他们年轻人的失业率都将近20%。所以所有的这个情况看起来就是说，其实它就是非常的不稳，然后稳中要求进，就是他们现在找不到进步的力量跟方法，所以他这边讲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其中他先建立的就是信心，因为现在这件事情使得中国人原来以为中国是非常强的，不管是在这个疫苗、在防疫、在经济上面，那现在。就这个动态清零之后，大家的信心崩溃了。那经济上的表现，房地产的信心没有了，中小企业的创业没有了，然后整个的数字所以你看到很多内部中国过去引以自豪也杰出的经济学家，大家都有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美好的经济增长数字一去不回。那我想他这个时候开这个会议就是要挽回信心，但是光信心是不够的。他眼前就是我们都不讲他房地产了，也不讲他失业，我们就讲就是我们刚刚不管研究员跟医生说的，他的现在的防疫就是他最大的困难。你看到这个到处都出问题，那他在当初动态清零的时候，还有人会出来零星活动。你现在听到的报道就是大家比自我的设限更严重，那自我的设限更严重，那你要怎么促进需求？大家不出来消费。老师讲的这是重点呢。对，那你要怎么样？你看那个工人都自愿就是请假回家工作，那并不是所有的工作，制造业怎么回家工作？一定要在现场嘛，一定要很丢嘛。对，所以你看到它的供给面是不行，然后这个需求面是不行嘛，那供给面就更糟。然后预期未来，你看美国对中国的出手是越来越重了，不管是晶片，不管是这个战争的部署，对台湾的援助，这个拉澳洲、拉日本的演习等等，就看到它的内外环境呢都很糟。那中国过去还能够掌控民心，在全世界这么强而有力的发生，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那它的经济现在看起来前景对，看起来是非常的悲观。那悲观第一步显现就是民心渐失，人民的自信开始丧失，中小企业的信心开始丧失，那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这个真严重尤其疫情的这个冲击来线顶咱这个叶医师今麦登来线顶叶医师我要来请教，同时间我也请教这个何老师加这个林医师就是讲咱台湾的群体免疫是唔是已经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程度啊？还是讲咱搁爱搁注射，还是搁爱做什么其他的措施？台湾已经是免惊啦，因为我已经开放，甲全世界去接轨啊。但是目前阮台湾其实是无资料，甲阮讲，阮的抗体的比例是偌济，无资料哈。S 抗体，甲这个 N 抗体，阮一直拢无资料。5月、6月时阵，机关署讲伊要重新做这个研究，但是到进前这资料拢未出来。但是应该。咱来看别国家的经验，应该台湾应该早都有群体这个保护力啦，其实应该是无问题，所以无需要担心这个中国的疫情大爆发。伊来1万人嘛不要紧，因为迄阵是因武汉肺炎开始的时候，咱就足惊呀。其实免欢乐，免欢乐，免欢乐，是，真正是免欢乐。台湾在5月的时阵。大爆发的时阵，全世界上严重的时阵，别个国家嘛无把台湾封起来嘛，对吧？因为因拢有这个抗体啊，因拢有这个盔甲来保护伊的人啊，所以伊免惊啊。咱台湾近景嘛是差不多，目前也差不多，阮拢有这个抗体，应该是无问题。所以叶医师，我来补一个问题我同时间也请教着何老师甲这个林医师就是讲。相关有统计到讲，中国可能有7-8亿个人会确诊。这个确诊，这个医疗量，因为阮真侪中国的朋友就讲讲医师家己就确诊就无人通好看，先生无人好看，就家己去乱买药啥物就食啦，啥物莲花啦，啥物有诶无就食，去买来台湾，
啊，要去澳洲，要去倒位安尼。即中国的即个医疗的即个现象，吼，到目前为止，现在因除了讲注射注真久啦，拢无注第三针以外，因的即个疫苗吼，科兴啦、长春啦，你的评估是如此。啊，因到听讲啊，佫有要进即个 mRNA， 是毋是安尼？对，OK， 即摆阮来看一个第一张，第二张吼图表。第一张，来，所以中国在12月13号的时阵有公告，因讲即摆要来拍，因讲即摆要来拍即个第四针的预防针，啊是拍倒一块的人的，是拍即个医护人员啊、高风险的人员，甲60岁以上，啊，佮身体无好的遮的人。啊，但是因做的方法嘛，则确实是甲别个国家拢足无共的。大部分的国家拢是做 mRNA 的预防针，啊，佮有这个寒人甲这个秋天，大部分的国家拢做甲 Omicron 的双价的上新的 mRNA 预防针。但是中国无这个物件，所以伊即摆用的是。敢若它1.5代迄种重组蛋白啊，甲 beta variant containing 的即种的预防针，所以你看这个表就差不多就清楚的，因进前是注这个科兴国药这个灭活灭活的预防针，伊效果是无讲介好，但是即摆因的第2个这个 booster。就是第4针吼，因要拍的是这个重组蛋白，其实是较好啦，对。但是真可惜的就是因国产的这个 mRNA 的这个预防针未成功，未出来，所以因即马才会使用这种差不多的预防针来去动治，来去挡一下安尼。所以这是伊的研究，甲伊国产的 mRNA。来去甲这个灭活的科兴国药来做比较，其实足明显的啦。伊嘛国产的 mRNA 嘛是确实比这个灭活疫苗更较好嘛，对。所以啊，目前因即马有的这个武器啦，都是较无够，对。其实所以咱来看这个第四张好啊。来，请有一首。伊的这个曲线其实应该是甲香港差不多2个月、3个月，上侪4个月以来，伊就会串管，啊个豆爱乱，啊因要安怎来去做这个应用？其实即马做的代志其实嘛无讲介离谱啦，因即马第6条就讲你要把这个60岁以上的紧甲伊做起来，对。啊60岁以上的即马的第3针，因敢若拍到40%。其实甲国际的情形都差足多，因为英国甲丹麦咧开放的时阵，咧面对这个寒人的时阵，其实第3针就是这个 booster 已经拍到60岁以上的90%，因即马才40%，其实是有足长的一段路要行。啊，佮有因好的国家，因是拍这 mRNA 上新上好的预防针，啊，因即马中国是无这个选择啦，所以因敢若也是用这个1.5代的这种较原始的这种次世代疫苗来较原始吼，啊，这是上大用原始2字呢吼，较原始咧。我要先来请教这个何老师，伊安尼做安尼敢有效？他叶医师就讲，这个较原始的这疫苗呢？中国吼，伊即马咧创啥物货，咱无啥知影。其实咱看即张吼，看即张，因国家内底已经有8种的疫苗，伊已经8种疫苗，互伊有药证啊。伊有35种，踮咧世界各个地方做临床试验，包括在中国，伊有一个 mRNA 疫苗，测试了足侪位的。在印尼已经给了药证，伊中国在这个8个内底，无一个是 mRNA， 看起来是有一个政策，就是讲 mRNA 踮咧中国，我暂时无要用。我虽然有咧跳工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唔知影，但是伊有这个选择，但是伊不爱用，所以伊。即马第2个就是讲，其实香港吼有一寡资料啦吼，香港的资料甲咱讲吼，伊的迄个全病毒疫苗吼，你若看死亡甲重症，这是科兴的疫苗，这吼保护力拢是90几，重症甲死亡
你若煮3档，你煮1档、煮2档，看起来真差。这是煮到3档，煮到3档。OK。香港香港大学2个 group， 吼，2个迄个对接，2个迄个实验室做出来，拢共款用的是香港的资料啦，吼。所以，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咱拄啊毋是讲即个艺苗的即个效果会一直下降，对无？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免疫逃避的问题。对无？因为 Omicron 就是免疫逃避，伊就是讲我的抗原性愈来，甲你愈无共款。我即摆会当出来，是因为我甲你无共款，所以你的抗体对我无效啊。反正我就想要甲你传染着，我就尽量脱。所以即摆的时阵吼，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咱看一个哦，即个黄的即个黄色的即个，就是 Omicron BA1、BA2，然后即摆就 BA5，就有诶无诶足济。即摆 Omicron 以后的出现的，拢是免疫逃避，拢是变疫症啊！对，所以咱拄仔讲的什么70%啦、60%啦，对上新的，无意义，无一定有遐悬。这资料咱即马，咱拄仔看到，迄拢是英国的资料，咱一直甲你看，一直老师咧笑讲，咱台湾拢无资料。咱台湾嘛是甲因歹势吼，嘛是甲因有一点仔共款。虽然咱制度真好，咱的政府较有咧照顾人民，但是咱咧研究的即个代志吼，毋知虾米，毋是咱的研究者无能力，是因为咱的即个疫情的即个处理，毋知是安怎原因。老师，你就直接讲，毋知是虾米原因，你就无要互学者来做研究。我是感觉这3年来吼，咱全世界哦，连咧足细的国家，虾米卡达啦，人研究足细，咱台湾拢无。我是心肝吼，真艰苦。啊，这老师讲了实在话。这是虾米代志，我是毋知影。但是咱即马就知影讲，中国吼，人伊一直咧做疫苗。伊人一直咧研究啊，足济，因为伊咧私人，迄拢咱讲30几个拢是私人公司咧做嘛吼。啊，因国家嘛有甲伊帮忙，互伊去外口、去外国，真济国家拢咧做临床试验，拢有咧做。但是，但是伊个国家就是无要用 mRNA 疫苗，我是虾米原因我唔知影，咱唔知影。我都来请教哈，真趣味啦。咱小咱再转来讲这个问题，我来请教李秘书哈。啊，都讲到小三通。吼，即马金门也好，啊马祖也好，你有赞成台商还是讲一般的民众，甲即个中国小三通无？我咧想是安尼啦吼，因为咱的讲免疫力已经真强啊，包括你自然感染的，包括疫苗的注射拢已经真完全啊，咱就唔惊伊啊啦。因为咱讲实，咱社区内本来足侪病毒啊，你会得早就得，袂得当然有当时。佫较慢会着嘛有啦，有人讲是你来像着啊，佫唔知呢。对，你有感觉无？但是着无要紧啊。你确诊过的人，你有阮咧看，阮知影，确诊过的人，伫几个月内面，足少讲佫着的。几个月以来啦。足少，阮咧看，你足侪咧确诊的啦，是讲派人，卫生局派互阮的案件要叫阮去甲照顾的遐人，真少是第2摆确诊的。我刚才看过一个，几个第2摆开始啊，一个甲我讲伊3摆啊，啊，但是足少的啦，大部分拢第1遍确诊啦，大部分拢第1遍确诊，所以表示讲你自然感染了吼，大部分拢有一定的免疫力伫的啦，吼啊，这个免疫力佮加上你佮有当时你确诊了佮注射，还是讲你伫社区咧行大，佮用传染着了，你自然的免疫力佮提悬，佮愈提悬。所以有当时我感觉也免伤惊啦。当然你若讲真正惊，你就讲转来的人，你就叫关5天啊，你开出来嘛。个关5天较出来嘛。啊，我是中国咧惊，是因为因逐个人做一个确诊量可能少嘛，啊疫苗也无啥效果嘛。啊，你伊讲自然感染量少，所以开放小三通是真正要甲病毒共存就对啊啦。对啊，咱比如讲咱家己咱台湾的人，伊会当小三通入来，无要紧嘛。但你当然，咱毋免讲开放讲，互因自由旅行过来嘛，毋免嘛。啊，咱无啦，伊嘛无爱嘛。对啊，咱自然的乡亲，咱互伊转来哪会要紧？我是感觉这人嘛是有限啦。啊，咱搁讲咱台湾的免疫力已经有够啊，啊，毋免惊讲遐惊啦。
哦，啊，你无你就该倒来，佫甲验一个，讲你就验无问题，你就再开一摆嘛，安尼嘛是一个嘛是一个。就我咧来请教妈祖人，这陈老师就是妈祖人，今日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妈祖人，一个经济学家吼。马祖，你觉得应不应该吼开始开放修善通？哦，马祖哈，先说一下，我不是典型的马祖人，因为我是比较本土派，这个比例非常低。那我纯粹是用学者的角度哈，我们用一个高度来看。啊，就是说马祖这个礼拜的周末要发起，主要是马祖发起，金门配合有一个小三通抗议的这个活动哈。那我觉得基本上这里面有2种成分，一种也有政治上对抗的成分，另外一个是所谓人道上的考量，比如说台山，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我们从这个中国的开放开始，我们台山去大陆的人数非常的多，超过100万。然后我们青年学子也差不多有数千到上万的人。然后我们现在新科的博士在台湾找不到工作，也有上千的人是在。所以你看到人数是众多哈，那人数是众多。那中国因为在风控之下，它本来跟我们之间的直航有40-50个到60个城市，现在已经限缩到4个。所以你看起来两边比较哈，就是说从前回来的管道很多。那现在变成4-5个管道，那价格也变得急剧的高涨，真贵嘞。对，你走金门、马祖的小三通可能花4-5千块钱，但是你现在纯正常的管道要花4-5万，所以差了这个10倍以上哈。那所以你哈，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其他不同的角度来看哈，就是照顾台商，然后刚刚那个2位医生有谈到，不管是叶医生、林医生都特别谈到，其实我们的这个防疫的基本上是不错的，不怕这些病毒进来哈。那如果这个考量到，我们可以从台商这边多替他们考量，因为以去年的例子来说，台商回来在台湾大概要隔离个2个礼拜，那中国呢每碰到一个点就是2个礼拜，所以他如果苏州回来，他从厦门进去就要2个礼拜，然后再到苏州又2个礼拜，所以那个对台商来说，因为台商不完全都是亲中的。他是有台湾人，他也有很人道的部分，他也有很亲台湾本土的部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另外一个考量就是两岸最近真的是紧张，就是我们自己台湾对战争的感受你看到美国一直加码，他的什么国防授权法本来给我们60亿，现在加码到100亿，然后又贷款怎样哈，然后军火库之类的，然后昨天马祖人会紧张没？马祖人。我最近回去，我比较紧张，因为我是比较本土派，比较紧张，他们一点都不紧张，啊，马祖人是一点都不紧张，他觉得大陆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哈，所以，但是我现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政策也一直在调整嘛，比如说苏院长刚开始有点玩笑的说，因为大陆人来抢药，看起来他比较负面，然后我们的顾立雄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出来说年底之前要，那最近。这个王必胜什么开记者？我的意思是说哈，你开放小三通，如果几位医生觉得那个威胁不大，但是他也有多少可以缓解两岸的那个紧张关系？因为两岸的紧张关系的确是包括他进我们的凤梨酥、进我们的啤酒、进我们的金门高粱之类的，多几百项，所以有一种机会让两岸的善意。那至少可以局部缓解，所以也不完全都是。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考量就是专业上，因为那个中国它的感染人数真的太多了，然后西方也有说法是说会有新的变种出来，也许是我们原来的疫苗就不能因应。不过我刚听几位医生跟研究员说，显然台湾这方面的威胁不大，OK 啦哈。对，所以我们对小三通的这个担忧可以让它下降一些。他降低。我要请教线顶咱叶医师，你有赞成吼，即马来开放这个小三通无？赞成啊，应该是无问题。阮拢咱台湾已经跟世界接轨啊，所以中国嘛是不应该例外嘛，对。但是譬如讲前几礼拜吼，陈秀熙教授有来节目当中啦，伊讲吼，咱应该主动出击，吼，咱台商吼注这个 mRNA 送疫苗去甲注，或者是讲你来马祖，你来金门，我甲你注这个 mRNA 注互恁，无你若去拍这个。科兴啦，拍这个长春拢无效，你敢有赞成这？政治面咱是卖管。我想伊咧讲是国际医疗的部分啊，那国际医疗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商业行为啊，伊有在趁钱啊，有利可图的时阵，伊都是一个无。陈秀熙教授是讲吼，你若是台商，我就免费互你注，你咱的国民嘛，就祝福你安尼。
我因为国民的时阵，伊都是因为台湾甲国际咧接轨，所以台商要转来，伊当然是阮的国民嘛，对吧？所以要注意风险，都依照即马以风险的方针，然后甲政策去做安尼。是头仔何老师也讲，一般的国民而已。所以何老师也讲，说本来就是台商转来就让做嘛，吼。是。啊，咱来号召讲，啊，你春节的过年吼，新选来拍一针。问题就是讲吼，一定英国台商转来无踮咧台湾住的问题就是讲，伊踮咧遐有规定你爱住对无？啊，你若住 mRNA， 伊无甲你算，变讲你无住，所以迄阵，但是即马若无咧管的时阵，当然你转来，咱一定会拢会使甲你住啊。哦，电脑哦，迄阵是有咧管，所以伊感觉住了就无效。住了，因为伊都无甲你算讲你有住啊。中国无甲伊算。但是实际上较有效，应该爱来住啊。啊，伊都无甲你算啊，伊敢若算伊家己的国家。外籍的都会当住啊，佮本籍的，外籍的拢会当住呢。咱咧，阮一寡迄个外籍的咧，外籍的工人咧，伫台湾咧工作的人，伊袂当免费来住呢。现在人都会当免费来住。外籍的这会当住。移工买当住免费，包括非法的，包括非法的，非法的买当住，非法你就来，迄是乌素嘛，人道的原因嘛，对。但是讲到即马吼，中国的这个疫情到如此，但是这个高峰有人预测讲是会可能到过年的时阵，吼会到高峰，那津波会来。咱台湾会当做啥物？除了咱主要吼，咱这个讲这个节目，唔是要来讲啊，中国你要该走咯吼，唔是这个意思。咱还是希望讲，中国吼会当吼较稳定的，伊较稳定，咱嘛较袂惊。咱还佫有啥物通甲帮助的？这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我嘛有想过。这几天大家拢咧问我，因的国家人较济，咱要甲伊帮忙，这个国家是影响真少。但是你若想看嘛，一个城市对一个城市哦，你比如说柯文哲，你甲上海遐好，啊，你就来准备啊，伊是安那无想到，对不？何老师咧，呼吁柯医师吼，去甲迄上海吼，去甲帮站吼。这个上海24%的老人，但是你也知影，上海是2000几万人哦，你是咱台湾的人口哦。柯医师底箱157啊，你秘书，我来讲啊，你叫中国讲会当选举，安尼就好啊啦。伊若选伊若做了无好，后边你就别当做第2代、第3代皇帝，就讲选举就可能要郑老师来讲的，你来讲讲，咱即马在医学上有当甲帮站啥物，像互伊啥物建议无？咱的建议就是讲，咱台湾做侪经验，外国嘛做侪经验，伊会当采纳啊，伊是无要采纳俩，伊毋是外国伊毋是毋知啦，吼，伊毋是毋知，伊哪会毋知啊？伊是要控制啊。无啊，头仔何老师讲的，这个真趣味哦。你说城市对城市，吼，台北对北京，还是台北对上海？吼，啊，我甲你帮站做交流。咱爱安尼想啦，伊即马双城论坛。主要是即马的疫情的高峰上严重的，一定是大都市内底啦。咱会讲对大都市，伊中国真大，所以伊即个疫情的一直拖真久。老师意思是讲，伊城市太大，啊，无了咱来经马祖甲福州啦。郑老师，你跟我们同意？感觉这个 idea， 这个对，我觉得何老师的那个建议我非常赞成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碰到这种疾病哈是人基本的一个需要，所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那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不断打压我们更要显出一个高度，更要显出一个大度哈，然后。刚刚那个城市对城市非常好，就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很尽力的，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不管医疗的用品或者防治，我想这个对于缓和两岸的冲突哈，那么让你白纸革命里面最特别的是那些年轻人曾经说哦，原来台湾并不是那么糟，台湾是很自由的，台湾是很温暖，也就是说从这个白纸革命之后，你看到。中国的一般人开始对台湾跟香港产生了好感，那这个正是哈，因为我们基本上对专制政府是有意见的，但是我们并不要跟14亿人为敌。那我们现在是比较有能力，我们顺手帮他们一下。那是啊，咱的指挥官讲台湾 can help，
咱来个帮在，咱个唔知讲，爱有一个 target 啦，有伤大无办法。爱有一个目标。不要较实，就。所以老师你他意思是讲，上海也是伤大。上海嘛是伤大，但是你一看卖啊，甲问看卖啊，伊可能伊迄是大上海。咱来呼吁对啊，上中挂医师，哦，即摆还佫挂市长，挂市长，哦，呼吁挂市长啊，上海这个来。叫民进党去上海设一个东部就好啊。无，咱讲医学的代志，咱呼吁吼挂市长吼双城论坛，吼看伊通啊做啥物交流，咱若看到这个中国然后稳定，咱嘛感觉讲哎，心头宽。我们的6都对他们的6大城市，那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心意跟我们尽量做，这样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我想咱无办法，咱全台湾来帮助台北。来甲伊帮助上海，咱干那我感觉咱无6都对他6大城市，咱无迄个法度啦。因为其实多签2、3千万呐。咱台湾其实甲伊比，咱足细，你知影？咱的准备的，咱备用的物件嘛无遐。我林秘书到时阵就真忝啊，但上海一个爱甲大家讲吼，春节的时阵啊，大家嘛爱注意吼。啊，林秘书你上后尾甲咱做一下提醒。我想春节时，这个高峰，包括迄流行感冒。迄个武汉肺炎这部分，啊，佮一般的感冒上悬迄阵，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吼，啊，当然台湾。